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看这几个伫咱的日常生活常常用到、讲到的成语，台语安怎写、安怎讲？高级跳墙，台语讲掠光乌白撞。警察要掠迄个歹人，顾虑真多，唔敢直浪，因为伊有枪，正惊伊会因为走投无路，开枪掠光乌白撞。风尘仆仆，台语讲四界走撞奔波。阿爸日做暝，暝做日，四界走撞奔波，就是为着要趁钱饲家伙。咎由自取，台语讲家己做得来的。我无怪任何人，这一切拢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货真价实，台语讲真美真价，价钱公道。伊咧卖物件是真美真价，价钱公道，无怪生意强强滚。最后一个柿子挑软的吃，台语讲软土深骨。你爱打抗硬的，唔通防软土深骨。你愈软，人就食你愈高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实在真趣味。